扬州八怪是指康乾年间活跃在中国大商都扬州的一群艺术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坎坷不平的命运，他们性格各异的生活历程，为我们编织了这个生动而又曲折的故事。雍正13年，清朝第5代皇帝雍正猝然驾崩，其4子弘历登基为帝。弘历节哀之后，遂先帝之意，更帝号为乾隆。皇上，沈亲王允许求见。叫他进来。这，亲王请。臣叩见皇上。平身。皇上，臣想去碧云寺作画，可皇上您偏偏不让臣去，微臣就想问个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既然皇叔为这事儿动了这么大的气，朕就跟你直说了吧。皇阿玛突然驾崩，朕刚刚登基继位，朝中的事，朕到现在还没理出个头绪。你作为皇室的成员，理当为朕分忧解难才是，可你却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好，想躲到什么碧云寺去写诗、
作画，让朕怎么说你呢？这不是有意逃避你的责任吗？皇叔，你说呢？皇上驾到！皇上给母后请安。允喜给太后请安。免了。谢母后，谢太后。母后召见孩儿来，有什么大事吗？怎么除了大事，为母就不能找你来说说小事？小事？母后有什么小事？云喜想去碧云寺写诗作画，是你不同意他去的吗？是。那你知道不知道是为母同意他去碧云寺的吗？皇儿不知道。皇儿以为国家百废待兴，需要人才。我也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嘛。我的这个小弟弟他喜欢写诗作画，我看你就随了他的愿吧。他不干涉你的朝政，总比那些奸党佞臣成天给你惹是生非要好得多吧？你说呢？啊？皇叔，朕没有想到你会把这事儿说到母后那儿去。皇上，臣没有。好了，你就不要多说了。朕随你的心愿，以后不要大事小事都说给母后就是了。是。多谢皇上。走。这院子够大的。哎，这位，师傅，屈牙师傅。殿外施主，老衲有请了。大法师在上，扬州郑板桥等有礼了。哦。你就是郑谢郑板桥了，在下便是。啊，哪位是金农啊？在下便是。在下黄慎。后生汪世慎。啊，小辈高翔。坐，快请坐。谢师傅。坐吧。3天前，老衲收到了扬州石涛大师举荐你们的信函。在信中对诸位的才学甚是推崇啊！慧能，上茶。翠槐，翠槐。翠槐，哎，来了。上哪儿去了你？千岁爷，奴才到后院禅房听师傅们唱经去了。我带你到山上来，不是叫你来玩的。去，从龙王泉灌些洗鼻水来。哎，记住喽，只要龙王泉的水。这。真不错，好，这水跟经常的水没什么两样，真不错。好好洗洗。站住！你们都别走！是谁让你们在这儿洗脸洗手的？啊？怎么了？洗脸洗手怎么了？你们是哪儿来的几个穷书生，竟敢在龙王泉洗脸洗手？你们想找死吗？对不起了，这位少爷，我们是青崖大师的朋友。我们到后山游玩路过此地，是呀，这是天然泉水，我们用了，犯哪家王法了吗？是弄脏了又是。天然水。说的轻巧，
弄脏了就得给我赔。哎，是啊，你总得讲点道理吧？就是你讲点道理也得。住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这位少爷，我们给您赔不是了。说的容易，你知道吗？这龙王泉是给千岁爷专门洗笔研墨的水。打烫水去这么长时间，我刚才说过了啊，这是千岁爷洗笔研墨的水，你们把它弄脏了，千岁爷怎么能画出好画来呢？你们大伙儿说说，这水让他们弄脏了，他还能还原吗？啊！你看，我们都认错了。就是啊，那你说怎么办吧？对呀，你们给我听着，交出你们身上的全部银两，我就饶你们一条狗命。哎，这位管家，你就饶我们一回吧。我们几个是从扬州来卖字画的穷画师，身上哪有什么银两啊？哼！哎，没有银两没关系，那就跟我去见官。啊，走吧。哎，你们都别动啊！让我来，我来。给。哎，你看，这不是贪财吗？这什么千岁爷的用水都是骗人的鬼话。哼，就是。混账！我看你是不想活了。跟我见官去。现在我倒要问问你了，刚才你是不是砸了我的钱？砸了又怎么样？怎么样？我敢说你是个不知死的东西。你把那钱捡起来，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乾隆？乾隆就是谁呀？啊，就是啊，我看你干什么呢？闭口千岁的，他连皇上都不知道。大老爷，奴才有罪。刚才是他说的，他怎么说的？砸了又怎么样？在场的各位是不是可以作证啊？可以作证，说的，我们可以作证。哎，奴才该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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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有罪，奴才有罪，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好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回去好好伺候你的千岁爷吧。高人。是应该教训。谢大人，没事，这不是仗势欺人吗？没错。哎，走吧。奴才该死。崔怀啊！千岁爷，你不是为千岁爷灌水来了吗？怎么一去就不见回啊？跑到这儿下起跪来了。怎么回事啊？千岁爷，你有所不知啊，奴才前来打水，遇到几个扬州的穷画画的，他们把水弄脏了，还戏弄奴才。他们还说什么了？奴才不敢说。说。他们说你家主子不是什么丹青高手吗？如果能用这浑水和墨画出好画来，那才算是能人呐。此话当真？奴才如果有一句假话，拿奴才试问。奴才被他们戏弄了，千岁爷，您要为奴才做主啊！戏弄得好啊！千岁爷，蠢材怎么戏弄得好？只有蠢材才被人戏弄的。奴才是蠢材，奴才没用，奴才该被戏弄，奴才没用，奴才该被戏弄，奴才活该。好你个郑板桥啊！你竟敢戏弄千岁的仆人！阿弥陀佛啊！大师不知，这并非板桥有意惹是生非。他崔怀仗势欺人，板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这个崔怀不知天高地厚，教训他，也是为他好啊！啊，大师，我们这次来京卖画，是想看看我们的画技在京都能不能叫得响。乾隆皇帝登基继位，什么时候科考，也想打听打听。好啊，
你们几位都是有志向的后生，这样吧，你们就住在这里，早出晚归就是了。看啊，对联招亲，看见没有？看见吧？哎，各位客官听着啊，大家听着，哎，我们家大小姐啊，对联招亲，谜底就在我这儿，谁猜出对联的谜，我们家小姐就嫁给谁。这好事哎，对，能兑现吗？这个，哎，大家请看啊，于古人之后，忆古人之师，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什么意思？大伙儿自己琢磨吧。于古人之后，忆古人之师；于古人之后，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处古人哎，你看出点什么名堂来没有啊？什么意思这个啊？好像这对子各加一个字，哎，方为年近一道。妙啊！你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哎，金东兄，你看出名堂了吗？嗨，我正琢磨着呢。哎，老朴，这事儿啊，我是没这个福分了。我是有家室的人，我看你可以去试试。不，远游在外，连个饭钱都没有，还去惹这个麻烦。走，买画去，走吧。哎呀，买画去，走吧。慢着，听口音，两位是外地来的客人。既然夸口说用2个字就能解除谜底，我们几位倒想讨教讨教。你说说，到底什么？二位请到前面来吧。不必了，承蒙各位厚爱，我们就献丑了。答对与否，请不要见怪。老朴啊，看这阵势，我们是走不了了。这样，我来上联，你来下联。行啊，大家请看上联啊。于古人之后，忆古人之师，后加一个忆字。意思。请看下联：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后加一个字，难。哎，对，是难。哎，对不对？对不对啊？看看，快点！答对了！佩服！二位师傅真是高手！请看，献丑了！二位请到前面来，留下你们的地址和名字。不必了，山野村夫，四海为家。告辞了。请留下姓名。哎呀，真是什么抓得到手的时候！老爷，门外来了几个书生，他们把谜底说的一个字也不差，易和难。他们在哪？还在大门口呢。他们是哪来的书生？你不知道。管家，大人，小的在。春花说的那些人呢？走了，往琉璃厂方向去了。解谜的人走了，他上哪儿去了？奴婢不知道，老爷说了，他们人都走了，这事儿也就算了。算了，爹爹他说话也不能这么随意呀。北京城里那么多的文人才子都没有看出来这对子的藏意，今天有人看出来了，那就是说他和我有缘分。怎么能说算了就算了呢？小姐，这件事都怪奴婢不好，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爹爹说话不算话。哎，师傅，给你银子。好，真好。好，给您。写的什么？诗书画随君所意，志列者分文不取。扬州卖画呢。画的真像，真的。好。哎，春花，哎，
小姐，什么事？你悄悄去办一件事。小姐，您尽管吩咐。你不是说那些外来的书生很像是画师吗？你到琉璃厂文化街去一趟，找到了马上回来告诉我。小姐您放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哎，这画的真不错，是，这真是真不像的啊！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师傅，刚才和你一起猜对子的那几个师傅上哪儿去了？哦，你到周围去看看，他们就在附近呢。哦。哎呀，您瞧这玉米师傅是吧？哎，好，这竹子真是太跟真的似的啊！真好，真好，确实好。给我来一张，给我来一张，给我来一张！别急，这我都要了。看看，又便宜又好，真不好，一个一个的啊！我终于把你找到了，我家小姐，请你去呢。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啊，我这正忙着呢啊！给我来一张快！小姐，找到了，在哪儿？在琉璃厂文化街。看，这是他画的竹子啊。真是好手笔呀！笔锋遒劲，肉真有刚。他把竹子的神韵3两笔勾勒的这么活灵活现，漂亮。你不是说有2位秀才吗？那另外一位呢？那一位我没找到，我听说他们是一块从扬州来京城卖画的布艺画师，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的。这个郑板桥有多大年纪？长得什么样？30岁上下，一副瘦瘦的秀才相。小姐，你要是问的再多，我也说不清楚了。奴婢不会画画，要不然我就把他的模样画给您看。我自己找去。小姐，你在这等着。春花，还认得我吗？小姐，要是在大街上，我真认不出来了。不过，要是老爷知道了，该怎么办呢？谁让他不把女儿的事当回事？再说，你要是不说，他怎么会知道呢？小姐，奴婢不敢。哎，这个是，再给我来一张，再给我来一张，在那儿呢。听说是扬州来的，一张。谢谢各位捧场，只要大家喜欢，我一个个都给你们画，别着急啊！该我了，我一张一张画。看看这画多棒啊！这银流失了，哟，给这么多银子，怎么这么多银子？我要一幅《清风竹海图》。少爷，您给多了。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就是，真是。哎，谁的画摊这么热闹？这个好，你看这竹子不错。哎，给我来一张，该我了，让我看看。走。这师傅，哎，你看，给我来一张，让开点。哎，给我，让，别急。哎呦，你看，听说是扬州来的，就是画真是不一样啊！真好，李大人，您稍后，我去就来啊。来，给我也画一张吧。给我来。你别抢，该我了，这张是我的。应该给我画了吧？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该我了。好。大胆喊传！哎呦，金大人，你这给皇上尽的什么忠啊？
在这堂堂御画殿的大门口啊，却让那些江湖浪人无名鼠辈为所欲为。哎呦，金大人，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啊！小的实在是无奈呀，店里的宫廷画太贵，那些刁民买不起，所以就去找那些摆地摊的画师，那些江湖艺人去了。大人，你别着急，您先歇着，小的想办法把他们撵得远远的。大人请，您请坐。霞儿，哎，上茶来了。郝川，这是我那细鹤图吧？正是啊。大人，还是您这幅细鹤图啊最抢手，一连卖了好几幅啊。前不久山东巡抚还专程来购买呢。大人，您喝茶。请坐。大人，您喝茶。把这细鹤图摘下来。横什么？摘下来。是，闪开，闪开，都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哎，马老板，您请。这写的什么乌七八糟的啊？诗书画随君所异，志略者分文不取。扬州郑板桥，嘿嘿嘿嘿，口气不小啊！这是皇上钦点的地盘，你的胆子真不小啊！你是什么人，竟敢不打招呼就在这儿？对不起了，大人，借贵方一块宝地做个营生，有什么得罪的，请多多包涵。不必客气。只是天下的大画师，在下知道的不少，怎么偏偏没听说过你这个扬州的郑板桥啊？啊？对不起，先生，天下之大，孤陋寡闻的人多了。再者说了，天下的大画师，也不一定都要和您这样不知天下的小商人打交道啊。真的有意思。看不出你嘴上的功夫比你手上的功夫更厉害。今天我郝川倒要看看你的真功夫到底有多大。好，那就请教了。说大话的人我可见多了，小事你我便能略知一二。我拿出一幅字画，你给我仿做一幅出来，你行吗？大概。仿作这种事情我不做。再说，此画也不值得一模呀。你不是号称买卖字画的行家吗？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难道你看不出来这幅字画不是原作，也是临摹别人的？哼，你是不画，还是画不出来呀？我只是试探你一下，你连这点功夫都没有，那么你凭什么来京城里混事儿啊？冲你这句话，这幅画我还做定了。痛快。那好，你知道这幅画是谁画的吗？宫廷御画大师金敏之，你知道吗？实在抱歉，就算我孤陋寡闻吧，真的没有听说过。就连当朝赫赫有名的御画大师金敏之大名你都不知道，你还到京城里来混事啊？也太不自量了吧！啊！你是想让我背人名呢，还是请我画画啊？哦，是。哎，大人们，这种斗嘴的事儿，您去了有失身份呐。要不然，我们到别地方转。不，我就跟这儿待着。哼，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怎么着？你心里发虚了，想反悔是不是？哼，何止是反悔啊！这种字画模糊逼俏，
只识其形，不得其意，泥足无心。这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下你该满足。你是临摹不得，才这样洋腔怪调的吧？我老实跟你说，你别说是学画了，我看你就是给金大人擦脚，都配不上啊！画画的就画画表，说不画江湖艺人。春花，快去把那几个扬州师傅找来啊！快去！好。后头了，就是画两笔吧。该我，下张是我的啊，是我的，这我等着来了。师傅，你快到雅墨堂那边去一趟吧，跟你一起的那个郑师傅出事儿了啊！真不错，哎，画的真像啊，这个，这像啊，像，太像了。师傅，雅墨堂那边的郑师傅被人欺负了，你快去一趟吧。板桥，你们看，就在这边。好，怎么着？让一下。你画还是不画？画就点个头。你要是不画呢？不画又怎么样？只要有我哈川一句话，这条文化街从现在起就不再有你们的位子了。啊，你呢，早早的给我滚得远远的，免得我哈川劳神。你看瞧，画，别让他们小看我们了。好吧，画可以，你得开个价。好，有你这句话就行。说吧，要多少？这样吧，如果我仿得像，你出1000两；如果仿得不像，我就抬腿回我的扬州去。痛快，成交了。店里边请。我看这就不必了。我还是在这里当众作画，也好有些个证人。不过，你得先交上500两的押金来。好，区区500两纹银，把店里那张大画案给我抬来。走，快去看擂台呀！画师，老板来了。这回可有看头了。钟大人，前面发生了什么事？雅墨堂的老板拿出金敏之的细刻图，让扬州来的画师郑板桥临摹，说是如果画得好的话，就赏银1000两；如果画得不好，就让这帮扬州来的卖画的滚蛋。都在瞧呢。哎呦，赶紧的呀，怎么还愣着呀？走开，闪开！哎呦！这大官都来了啊！这回有戏看了。小姐，你看他们画的，你看大人来了，快看！大人，那天在府门外街坊对联的就是他。啊，糟了，后面去！扬州人，怎么快，真不简单呐！
像，真不像，吵什么吵什么？这儿有你们什么事啊？退开退开！像是有点像，不过什么？真好啊！我刚才说过，可好了，在场的人也都听到了，画的像付银子，画的不像，我抬腿回我的扬州。各位看官，我看这样啊，像与不像呢？这里有金敏之先生的真画啊，来，各位看官，你们来看看，大家伙儿来说句公道话啊，来。这样像，这样是装裱了，跟真的一样，没错，丝毫不差。就是啊，马老板快出银子吧！就是啊，话得算数啊！快把老板说话算数哎！哎，是还差的真是一点儿，把画收了。画多好！真像啊！你看看，赶紧付银子吧。哎，没什么两样。这画画的还可以，这么着吧，我收下吧。先生，我刚才说的是1000两，你只付了一半，还差我500两。是啊，这仿做的画，500两银子足够多了。你不要穷的没地方走了，跑到我雅墨堂挖宝来了。哎呀，实在是看不出啊，先生您是做大生意的，就这么点气量，好吧？这张银票，我得先收下了。哎，哟，这是干什么？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喂，他怎么回事？这个你拿走。你这是干什么？刚才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你只付了一半的银子，所以我只能给你一半的画子，怎么样？这扬州人真是有骨气，扬州人真有骨气啊！哎，郑板桥，好样的，撕得好样的，郑板桥，撕得好，这画撕得好，哎，有骨气，别耍赖。真是啊，付钱吧，好样的，真是好样的。走，走了。慢着！哎呀，大伙儿都说像，可我说不像。这哈老板的银子不是付冤枉。请问您是金大人？还是您得出来说话算数啊！诸位，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宫廷艺画大师金敏之金大人。金大人呐！哎呀，这幅细鹤图就是出自金大人的手笔呀。真是你看看，真是果然是扬州的身份呐！哎，他确实是有意干的。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听金大人说话。哎呀，在下的用笔讲究柔滑细腻，而这位郑板桥呢，他的用笔大有倔强不驯之气，行酷似而犹未化也。如果说他与我画的相同，那可就成了笑话了。大家都听到了吧？那么说，金大人说了不像，那就是不像。还是挺滚吧！不是这你们这几个江湖艺人，给我滚出文化街去！哎，怎么这么说话呢？太不行了，说我不欺负人吗？这不是啊，说话不算数啊。郑板桥的临摹细绣妥帖，有神有意，这在场的人们都亲眼看到了。如若食言，恐怕难以服众啊！对，那是啊，我们还想买他的画呢。这是我的画，怎么能容那些野路画匠任意的临摹呢？你是哪路神仙？这儿有金大师在此，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哈老板，这是我的朋友，宫廷御画大师李善李大人，不得放肆。李大人，小的多有罪，小的多有罪。李大人，李大人日后多多光顾，多多光顾。这条狗。
先生，既然金大人已经有了公断，那就对不起了。你拿去的那500两银子啊，还得还给我呀。哎，怎么这样？怎么这么讲？哪有说你这出吗？这不是？对呀，我觉得出吗？太不像话！你们这是……闪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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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大人，钟大人，你们身为君子，就要有君子的样。说话怎么能出尔反尔呢？金大人，你们就这样当众欺负外乡人吗？哼，也不知道羞得慌。大伙说，这银票该不该给人家？应该给，应该给，说话要算数，这应该给。大人，这拿着吧。是啊，钟大人发话了。谢谢大人了。谢谢大人，谢谢，走，谢谢，快走，走，咱们走吧。哎呀，真才，既然真才啊，真学话真好，有功的，好，相识本是缘分，相知不容易，何必在乎爱与恨？留下一段真情，彼此都有缘，天长地久才是真。相爱相随到老，陪伴度一生，岁岁月月情更深。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雨打风吹离分。今生难得有情人，能知我心的伤痕，抚平我忧郁的苦闷。今生难得有情人，给我快乐和安慰，让我陶醉不将来有机会，珍惜永久的依偎。今生难得有情人，今生难得有情人。